实咱无名也不要紧，咱知影家己想就好。大家好，我是这出戏的导演，我叫做张铁良。这出戏这个故事是咧讲一个80年代的囡仔，伊无名，大家拢叫伊吉拉。伊咧找妈妈的故事。这一条通海街上面，其实每一户里面都有一个故事，然后借由记载这个角色，把每一个故事通通拉出来。我的美学的根本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其实不是写实，我们要追求的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人物关系，真实的社会现象。这些真实其实是每一个戏剧创作者想要追求的东西。这个角色很难，因为是她又要在以前又是一个千金小姐，可是她又有一点点偏执，所以我就会故意把她刘海或什么的那个卷度都故意留得非常非常的好像假人一样，反而是她背后的头发是乱的、凌乱的，是她已经是只能看到她自己表面上镜子前面的东西，她已经不 care 后面的东西了。跟他的道袍其实是传统道袍，可是他加了很多不同的文化的宗教进去。因为我们长期看到光录音的时候都是戴红布嘛，然后贴名字，可是我们刻意设计了一个兽纹的面具，只有王权才可以用兽纹，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是，他其实就是被政府蒙蔽了眼睛，他才变成这样子的人。那在摄影来说，相对的，我就是要给观众沉浸感。我想要把最大的沉浸感丢给观众。有刻意的贴演员非常近。那雪珍姐她有几次下了戏跟我讲说 ：“Danny 可以不要贴我这么近吗？”其实我们在走位的过程中，还要同时像在跟摄影机跳舞一样。摄影机如果跳舞跳过来了，我的某一个重要的剧本上面的情节的反应，必须要坐在他刚好拍我的时候。小雨在季语里面是一个很棒的演员，只是他看不到。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希望这个戏的镜头观点是一个置身现场的一个角色，只是观众不会知道他是谁。例如说，他有时候必须要扮演关洛英里面黄迪阳的角色，小雨会穿着迪阳的戏服，然后扮演迪阳的手，所以其实他也要演戏的。那更不用说他会转头看他在意的事情。当观众坐在电视机前面或者在电影院，他们就跟着一起成为剧中人物。导演一开始他有讲到一句话，然后这句话我一直放在我心中，所以最后还决定用手持然后流动的方式去呈现这部片。他说：“时代的巨轮一转，就停不下来了。”可能会失去所爱，但是终究你所爱的东西会以不同的面貌回来的一个故事。所以我相信，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在里面找到失去所爱的自己，还有找回所爱的方式。